各位聽眾，歡迎咱來變成福建嘅節目。我真正感動，咱來收聽。我頂一禮拜講個一點正確嘅感謝咱都對來嚇，咱問見話。OK， 這個禮拜咧，我咪講食啊，我咪講食熱嘅物件啦嚇。然後這出節目嘅名就叫做食香蕉在熱。然後我咪介紹我這禮拜特別嘉賓，特別嘉賓呢是我老趙微微娃娃歡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啊！然後有金佩，歡迎。大家好。個有老姐阿玲，然後可能落地關卡來，阿玲歡迎。大家好。落地關個阿未來個啦嚇，落地關啲唔知做咩。然後等我看看，但係是有幾多人會講會 join 迄個卡拉 OK， 少隻人我無講到，可能再唔知有冇講嗬。即個金蕉鏡袂怎樣？金蕉鏡係個 offline 翕啦，同乜醬呢 ？OK， 當然咱咪講到食就對，食香蕉在咯。特別咱咪每人講，你按照講智利，福建話按照講，會話成講香蕉。了金佩呢？你按照講香蕉。阿玲，我講香蕉嘅喎。你講咩蕉？香蕉。阿邊嚟？唔是爛蕉，你講香蕉。香蕉。誒，我我目的咧是為，佢直接講話金配嘅位啦。金配，你去80萬，咪是你買嘅琴去。琴去啊！誒，等我未看這裡落地關係放你啊未？我未再講，we 話我都背，伊講等你 available 是伊甲我講啊，你甲 call。哦，是，我 OK，我 hang up。對，我有 conference call 嘅數。OK， 我目的咧，我目的是俾每人講個金蕉，唔是金蕉，還即個智利叫做咩啦嚇環蕉，我真係想講環蕉，我們講環蕉啦，其實。特別應該是鹹蕉咩？我爸講鹹蕉誒，我爸講伊講鹹啊，辣就是鹹啊，所以叫鹹蕉。不要無講鹹，我講辣誒。哦，鹹，等陣我要做隻鋪啦啊！咱有一個叫鹹蕉，一個叫環蕉，叫這個鹹蕉啊，特別啊咩？辣加鹹是無相嘅喎。哦，係咪數你都解釋啫係嘛？辣嗬。辣啊！你食啊，就是辣啊；鹹啊，你食啊，吼，放曬你卡喙本會疼嘅啫。你笑啦，你亂講。真嘅咧，我無老路誒。有咧辣，你食啊，放曬卡喙袂疼；有咧食啊，放曬會疼，你知？會疼叫。你看你卡喙不會教無教？鹹咯。我會補。看你食咩啊？有人試過落，有人試過無啦。OK， 當今啊，我等去做隻鋪啊。對，就是 W 講，你贊成你講喎。Max Stevens 是唔是阿摩來？部永別人講係咪 ？Max Stevens 是唔是阿摩來 ？OK， 當今人去鋪誒，按照冇人去鋪誒，人係咪去選？去鋪係選，人到底是講鹹蕉咧？我知就是阿玲選了，懂嗎？no， 因為阿玲選咪你香蕉一人得，一人得。香蕉。當今暫時有兩人，一人講香蕉，一人講環蕉。我本是講環蕉，特別我未選，我 create 波我未選。安怎你一人講鹹蕉，人後尾去訂啊？去訂即係波你得落啊？波？多類。個條。亞洲面頂。個條。個條。得咯，真啊！無只面頂唔是阿爹呀。哦，真啊！對。我無等陣啊。是不是？我買一邊嘅是，我另外一邊。所以我特別講咗佢啊，講咗佢啦。你記為掉啊嚇。OK，攏到這邊訂，攏後尾去選，攏人選了。OK，攏去這邊對面食請。
咱有講可能我一講一個嘅嚟誒，等陣，咱若是講無看過我誒一個鹿港嘅人後，咱若是有興趣嚟講，我把刀會使落起來，然後放嗰啲 YouTube 嘅。我唔是規個 episode 啦，放淡薄啲啲可能，當然我要介紹人，咱看我做得對唔對啊？特別我淡薄啲啲淡薄啦，咱看我做得對唔對？但是我諗要選下，淡薄講各位聽眾、觀眾、各位觀眾嚇，咱們看到我後，咱們去選人第一邊，哎呀是無咪準，這邊對面看到我看到目睭看到對，這邊嘅選，對，我嘅笑，我是一把笑影。正選，正對面正選下，選了啊！當然看10個人選了，人58%人講鹹椒，一人講鹹椒。那是我無寫到啦嚇，我無寫到嘅讓會使啲隻鹿港嘅 Ustream 嘅隻 room 嚟講，那是鹿港見椒還是鹹椒？還是훈椒啊？鹹椒，見椒啊，見椒還是米椒還是青嘅椒咯，還是叫平時啊？OK， 當然啦，咱放下伊 vote 啦，咱當然聽到啦，咁伊 vote 啦，可能個到對嚟 revisit 啫嚇，咱個到對嚟講下伊嘅成績是安怎嚇，確實一人講鹹椒，就一人講훈椒，個一人講鹹椒。OK，當然啦，到底佢講咧話題，最主要是個隻攞啊人。哇！我冇食噶，無落物件真艱苦食啊 feel。無滋味嚇。嗯。白絲絲那款哪幾啲啊？無好食啊。是啊，喏，你講咩？我食只落，我見只攞喲。我冇食只落。不大美國食少同食落係唔係？我特別我當見嘛，我嘅 stamina 波多係陪步遐，卡穿去陪滿步遐，所以食一排卡住坑嘅落。哎，俾佢吹到鹹椒膠。咧特別我係朋友頭債，一頭啲咩嘢頭嘢出嚟。未使我未使嘅，我未使嘅啊！一頭嘢出嚟，一債到啲一個一聽一債。你好啊，直生啊，在你嘅聽啊，到啲聽到啲騰啊，帶到外口。because 往時到外口 winter 冷是咪死嘅啦？哦，所以到啲聽咧，好啊！伊講我學你紙，伊講你嘅伊環照嘅紙，你要燒起來一包一包，你學我一紙叫我日對出就去死嘅了。未曉過，我未曉過，我即係壓壽最主要是未記壓豬啊！特別我見食雜白布龍，啷是叫雜白布龍是叫咩？椒椒驚，咩椒椒驚？你而家叫椒椒驚咩咁嘅？是啦，雜白布龍唔是叫椒椒啊？哦，嗰隻叫我唔聽，我唔叫佢椒椒啊！我叫鹹椒驚，鹹椒驚啦，鹹椒驚我唔聽佢，我唔聽佢椒椒。椒椒驚我有，我唔聽佢椒椒啊！老實講，椒椒驚我唔聽佢。然後即係阿玲呢？就係烏龍啊嘛。雜白布龍啊！我開始是講雜白布龍。嗱，椒椒驚就是雜白布龍嘛，對。對，是講我唔聽佢，我唔是講你講唔對啦。唔係聽過，係我少時唔聽過。我唔聽佢。你諗下每你鹿港南面人，你鹿港南面人浪講下面咧，雜白布龍咧，還是椒椒驚咧，還是下 DC 103講椒椒驚嘛？不，椒驚咯，椒驚啊，椒驚無咩想啊，搭翻白嘅。佢直接搭翻白嘅，三未出街。咁佢每啷直接講椒椒驚，我唔係聽佢椒椒驚，肯定那個啊，我那酸了，你是啷講椒椒驚，我直接聽佢啊。等陣 ，OK， 等我報告啫。What do you say 啊？咱有54%啦，所以較濟人講鹹椒咯，所以我應該是講對啦，番椒應該是唔對，你番咗是。我特別想講番啊，食落嘛，冇番啊，只夠食落係咪嘅？所以變咗番椒，定當時我成日講，因為八嚿我講冇嚟鹹是落，所以變咗鹹椒。兩個番椒咧是即係跟阿玲講講 special 嘛，特別啊。對，
special 特別你家己一人講你係喊照。OK，我 stop 波咧嚇，我 stop 波咧，當然我咪出隻新嘅波，咱 create 隻波新嘅波，但係咱冇有咩啊？哦對 ，What do you say？OK， 我咪加白布龍，還是鹹椒驚係你講？就驚，了解你講咩？椒驚，椒椒驚，有驚，椒驚成個係咯，椒椒呢？哦椒呢冇驚啦。嗯， OK，椒咧自擺布龍，我攞咯。我咪叫自擺布龍嘅，我咪叫自擺布龍。哦耶！嘅，然後伊唔是講笑啦，是叫做自擺 sauce， 自擺 sauce。哦，講爽咧。 Please pass me the 自擺 sauce。我是教你馬咯，你馬是教我。嚇？我是教你馬是教我。啊，這我係買是個路。我唔知。哇，我以為話到這個毒哦你，我實在冇笑呢。阿 John 你心脆嘅。未啦，我那係脆，我面咧夾絲，一條。係咪是 capsi 嗰啲？夾絲就是講只歹看啦。冇好看咯，咪講歹看。你咪聽佢夾絲咩？我唔知啊。OK 講 capsi。這個禮拜，讓到我哋這個話叫做夾絲。Capsi 係咩意思呢？Capsi 就是只歹看，你講愛看，你講哇，這件衫我梗係水呢，邊個看？但我看阿妹頭毛咧等邊個嚟？還有死 Capsi，這是人講嘅咯。阿妹看金山美玲咯，見看姚蘭軒。對。誒，仲有他都應該做啲嚟 segment 是人哋款嘅咯，係咪嘅？講下做人哋款嚟 segment 啊。哦，人講你成日一句老人講話呢嚇，講華語，講福建話詞語啦、言語啦。四句啊叫。嚇，你人別，你普通人冇咪冇咪聽過啊？啊。特別我特別會曉人個會，即係教講人個會，我都唔曉。攞出去教講四句人講，我會曉講垃圾隻、垃圾杯、清潔隻，目睭拖雷。收 effect。對啦，拖雷嘛，一 spring 出來目睭。對啊，一個咩啊？領梅加水咯。嚇咩？領梅加水。你咪卡嘴是唔是你去成最大咩？阿你冇加水，最順便搞啊！領梅加水成梅起紅嘅啊！哦，係領加，你一陣時講佢起紅啊，你明唔明？伊梅加水就是講伊梅發聲地咯。make sentence。你問差小差片啊！我領梅加水個，我領梅我加水。丟有嘛？都是安尼款。誒，對咯，阿 John 啊，你應該做隻 segment 嚟款嚟爽。好，特別啷都俾搞啊，啷都俾 join 啦。啫，嚟對嘢。對嚟。不，我等陣啦，到對個白字啷講佢啷就俾成家搞，成家咁配，你看會曉講嘅啷個會嘛？我個其實我做未成。對。攞去隨便，攞去 research 先啊，叫 Wikipedia 隨，直嘢是啷講。Wikipedia。佢繼續擺啷講。actually 有啊，頂到是唔是就寫一本啊？係咧咩我未記啊，但我咪 interview 一個啊，伊就係娘娘咪嘅，佢喺寫冊，伊講就係事故啊嘛。我未記啊，我就所以就會記個，曉你事故啊。事故係咩？嗰事故係咩？成語嚇。成個。詩歌啊！我應該我未有聽。詩句啦嚇。佢嘅邊兩出係好多嘅冊係咪？唔是 E，唔是迄個唔是迄個 PhD 嘅，唔是邊啲學近代咧嘅，另外一間Raymond Kwok 嚇，阿冇咱訪落伊咯，伊真正搞誒，咱訪落伊，我不知我使訪落伊，咱使請伊嚟做咱特別嘉賓嘛嗬。對，แล้ว做冇啦都做一個 segment 啦，就係講下15分鐘嘅，款時錄嘅一個 conversation 嚟。哦。你叫佢 make sentence 啊 ，example 啊。特別我哋是講小正，是講本嚟好笑，你知道？你成日講，伊叫我叫伊講，我講出來嘅時候，但係你講零加水條，然後叫你 try to make sentence 就，
你唔知意思係咩啦？你又講，哎呀，我行落講伊家媽係行個全日做啊出大咧，時我走去成對大係領家嘴。哎呀，sorry，你幫卡嘴講啦，out of topic 啊，sorry。OK，對嚟啦，好事。對嚟，對啦，到啲嚟啊，到啲點樣講嘢？落下 ，OK，咱去選啦，看去 ，OK，向照鏡佢一人講話當然，5人選咧，點樣十幾人選，係咪選？照鏡是唔是咁配把你個選嘅嚇？我再問你起一個，但我看我聽過叫照鏡啊，哦，照唔是照鏡。照，OK，咱大可以選就先，咱有閒嘅人去選下一邊對面，佢哋話手機掉嘅嚇，一邊看去選。然後咱講到啲落物件，咱是個隻落物件，我不就是講是個咁，為我不是個隻落物件。我感覺到係落咧，嗬，一般啲味所變去啊。你無參加隻啲叫呀enjoy 好嘅話叫咩啊？享受，然後特別 appreciate 啲人都講學嘅話，佢 appreciate 華語叫咩啊？biết là 珍惜，嚇，唔是分析，珍惜。哦，佢正式注意，我講到嚟，我嘛珍珠嘛，嗬，珍惜咯。唔使啦，真嘛，我就自己聽人講就成啊，我再去enjoy 呢叫啊，欣賞啊，人再講啊，享受啊，去享受，冇睇去享受的一注味，係咪？就是你講咩珍視，係咪？哦，珍視嚇，珍視，而講珍視啊，sorry，試我個差，講忘記荷蘭呢樣啊，哦，sorry，忘下嘴 ，sorry，呢一時就是講去荷蘭啊，忘下嘴，點樣講名？我未記啊。講鹹椒咯，鹹椒，喂娃娃嘅鹹椒啊，食袂到一隻正嘅味對，食袂到味素。Look, for instance, kami mikirnya give me an example. Bagi saya satu contoh. Contoh Ami. Contoh lah, mengapa apa punya makanan tak boleh terlalu pedas. Kita講下叉粿條啊，叉粿條啊，冇個係咧。鹹椒誒喲，叉粿條啊，叉粿條鹹椒真係好食啊！點啊？叉粿條嗰邊係鹹椒咩？炒去打嘅味嘅鹹椒咧話，可能落啊，特別食袂到伊味。哎呀，等陣，我一個物件真好笑嘅，關係落嘅物件，本幫光個條啊，朋友幫光。OK，當我要拍下幫光，你有聽到幫光？那是你等我看幫光那是你有聽到，你會記我會拍下伊喎，你有影嘅台 office，你有影我係拍下你 handphone 啊幫光。等我看伊 phone 啊。你我會講，我當然 try to contact 伊啊，有時讓佢講就係，做咩事你冇自家食韓椒啊，炒咗個條韓椒呢？啊，微微娃娃，你講，你做咩事冇自家韓椒呢？我特別淡薄韓椒較好食。不 because 有啦，有物件是愛有鹹椒啦，特別是講食叉粿條，你看那叫做一個叉呀，嚇，我冇自家喎。做咩水？一點係啊 ，because 無伊干那落咧刺激掉啦，特別食袂到伊本地伊味，你知哦。我是講伊炒起來也是伊豆油啊，咧有淡薄炒會大味啊，你看啊，好食嘛。咧伊干若是講鹹來講啊，嗬，伊就無去了伊味，我感覺到。OK， 我當面拍好我朋友啊，等我看喂，啷問講伊正名出嚟，就是講到看第一名啊。我看佢拍到伊哦，無包。人問講嘅伊名出來啊，那是你看第一名。OK，點人講就我係對出你咯啊！我俾幾講就你韓椒嘅，告訴我哪人看到嘅，我韓椒嘅告訴佢差幾條嘅。有。誒，幫光啊！
歡迎你來我節目。做，你等我聽到，你等我聽到。我頭先聽啲話啦，傻事咧。OK，當然我講掉隻環照在落啦嚇，我話啲事。你微爸爸講伊無是家隻伊環照係，伊無是家隻插幾條是無是家隻環照誒，伊講伊微數無肯食掉去。你記定到咱去咧辦一波嘅 computer， 會glass堆來是咱插幾條。咱去買插幾條，告訴講。誒唔是俾插幾條，咱是去行過咩？所以老伊這邊講話這邊插幾條係喺你環照落去啊，啊你嘛，做落葉皮康哦。對，伊啲叉是哦，伊是要教人講話，你知啊？伊就邊叉是環照 end 起來邊啊，伊講萬光，我就笑到，同埋一直講插幾條嘅環照時，我就笑到嚕。你個係叫。誒，咱唔是去借，咱行過，咱去坐巴士東西嘛。對，你都別坐，咱特別是行，往時無巴士來時，咱一頭行卡去咧卡拉車店位嘛。啊，咱是行卡拉車咪等巴士。嗯。誒，萬光，我嘅驚講，我講你描述佢哋 edit 嘅流行咧，所以都未寫。點啊？你講嚇 ，OK。而家咪係咯，我覺得好似落掉嗬，我睇落了。冇當你 lock 掉。แล้ว特別我們沒錄bằng光，錄個幾第一個隻啊，錄個隻錄，不是個隻錄。出㗎？錄第一個隻錄，我全愛嘛。哦，你冇全錄，錄個第一個隻錄係咩？隻咖喱雞啊？咖喱雞冇錄，咖喱雞你 boring 嘅。係咪？錄係咪物件？少嘅 boring，我冇講故事好你聽。係咪物件？我家己玩少嘅，正是學雞湯師，即時嚟食雞食報少。哇！這是事故呢？你講咩即時學咩食雞？我正是學雞湯師。哦，就而嚟食雞食報少。哦，你食緊食雞。對。你食緊食雞數。OK，แล้ว你把下面嘅你成個你講你去食咖喱麵是你雞環椒啊？怎麼樣？隻螺啊！我攞新出嘅隻hàng新物件叫做麻辣雲吞麵。麻辣呀嚇！麻辣。嗰隻雲吞麵啊嘛。啊，OK，我叫麻辣，你個麻個辣，辣個麻佢都出盡。對哦。係咯。嗯。我這邊我厝北本麻辣是這係台灣嘅啊，即係出名喺台灣嘅。台灣嘅咯。麻辣是 ground chili powder 嚟 actually。係啦，特別隻字。只，了，你以前只落嚟我厝頂就是有一包，我買到啲菜點啊？菜點啊？忘記。厝你邊個厝啊？咩厝？我這邊我去咧當人店菜點啊？買迄個麻辣白咧麻辣誒蛋粉咯。哇！你話教我俾死去，我係幾包啫喲。係啊，邊個麻辣？我落個都是。幫曬嘅是成個 volcano 呢，出來就開鎖呢。做個咩事？一隻介我是幫小姑啊！嚇，你知你隻攞係物件是你，喂娃娃喊你電話嗰啲蛋，你幫曬嘅時候，誒，唔知實講啊，特別見到我隻攞，幫曬時拍攝隻行啊嚇，特別你搏到家嘛就點幫咯，一幫小姐先幫下最流血嘅有。問係流血。誒，你卡住坑煲嘢啊！你環照線啊，你卡住坑個煲嘢。OK， 搞啊！你講要我撳出來，幫光你講。啊，個叫。幫光你講係咪物件包槍嘅肉啊？物件你揀食啊？係咪？肉啊？冇啦嚇。OK， 我實在不叫你講，你插幾條？告訴你啊。OK， 感謝嚇，拜拜。OK，拜。OK，這是我老朋友，定當我細漢時期咧。你學 computer 店時啊，搭巴士對嘅時候特別驚鬼，你插幾條誒一單咯。了這裡當晚我攞 can 是嗰隻嘛，咁配加阿玲是嗰隻落嘛，攞第一是嗰隻落咪嘅係咪咪嘅呢？阿玲講聲，咋細漢時就插幾條係很少直接，很少，很少啊！就講很少俾啊，很少。OK，很少。
痕呢個唔是痕照，講痕照。痕照咩？我個冇講痕照，我講痕。哦，痕照。我痕照。你係痕照姐姐，你去教你擦佢打我擦鬼條一碗痕照姐姐個嚇係咩？冇啊，有聽呀。你冇係見照落去啊？喲，姐姐，安怎你係 popular？然後我去叫炒粿條啊嗬，我就擺問講，安啲係唔照半斤啊？大家係安啲食嘅。但啲看到我呢，哦，即叫鹹椒蔗。那有一道係我去嗰度，我去一查無鹹椒，伊講隻滷嘅，講哈，安啲樣做啲話，講哎呀，我冇看到是滷嘅。你冇見呢邊啊？你就見呢邊咧，個叉都冇見。查你一邊啊，時啊冇聽我講。哦。佢比較食一樣滯啊，有時明講呢樣滯啊。係咯，我想我去嗰啲檳城嘅бан山嚟邊咪嘅嗰你學嘅面啊，我定得講過啊，定得講只係是講。係咯。你嘅學嘅面我是Maggie學嘅番椒加蒜頭嘅。哎呦，食到要撐爆袋油。我就食鹹炒粿條嗬，我暑假鹹椒姐姐嗬，แล้ว對我廚嗰嘅河椒粉就嘅豆油。喲，你個小林寶啊！誒。阿玲，你個小啊，伊咪那只小淡薄，伊只大小啊，根本。我覺得呢個係何兆款同埋樂斯。你係對啦。我只係食你白河椒味。只胖嘅就白河椒。少，我知。你只白河椒是食咩啊？咱食沙河飯嘅事啊，沙河飯是摻一啲白河椒落去就好食哦。沙河飯咯，食你絲番椒咧，冇食三拜，我食三拜嚇，我食隻三拜。我咪食隻三拜喎。哦，特少隻青。講看三拜嘅隻字，哎呦，我食隻青番椒嘅，三拜先係講我食即個意夫面，應該是講什麼蛋河粉，我都食即個。你講話三拜，嘅三拜，嘅好食。三拜係咩物件？啷特擺就講三拜配係咩物件好食呢？超味！我講出浪嘅名，我笑。有見講，等陣我笑嘛，等我笑，啷講嘅菜園。配見椒啊！去買。以前有食大笑咧，好。呀，你是講笑呢？配買埋落掉咧，sometimes 咬係咩？嗱，我係咩？寫係邊就播，寫係邊一點要喺網入邊嗬，你攪突口薑嘅三拜係落去，然後攪你又食。你三拜會係？我對以前都做我食。未真好食，無啦啷去 try 我啷嘅相信我，嗱講你是個食鹹嘅人。我冇個食三拜，我真冇三拜味，我對邊時都做我食。你去бан山買都會啊，吧你三拜免做嘅бан山買都真熱真好了。你買到美國啦，三拜。你買到美國？美國有咩事嘛？係啦，我對那是俾咱做隻隻，咱去買賣啊，是買嚟。你白賣，咱 YouTube 叫咁配煮，咱到 YouTube 為主，到 YouTube 為食，唔是到 YouTube 為主。你在 YouTube 學緊話叫咩哦？滷羹，滷條，我未諗白刀我未做滷條，白刀那是就5分鐘是個滷條會棒嘅。你只咧，干那很屌，人家看到當今嘅那 video 呢嘛，所以那是我 try arrange 佢會做滷條。然後那是講我興趣滷條，人甲我講啊，冇人講嘅啦，現在是特別冇人 respond 就話冇件事。OK， 講到啲番椒還是鹹椒，咱報告一下，40，按照你椒人酸呢？
安尼招人選，肯定選較久，攏若是巴魯個來，若是個本大要去看掉，看嘛在你見掉有人去選看到個到底是講嫌招還是，唔是講雜白布隆，還是講嫌招驚，還是講曉招驚，冇招招驚。三擺 ，OK，攏講三擺，攏家己整嘅是咩？嚇，三擺係正嘅咩？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正三派啊，當哦，正嗬，我聽得正，我聽得中。哦，想去知哦，是唔是？正三派，我唔是講嘅咧，我唔是阿當嘅正三派啊，即是正嘅正三派。別啦，咩啦？會唔會話呢？呢部知啊？會嗰間正三派嘛？你嘛買啊？冇啦，較濟嚇我嘛買啦，特別我較濟到厝我本是食少啦，特別出去外口食沙河飯，特別得用三擺咯，配三擺。我講聽，我講聽我嘅正三擺告訴我，我唔是係一種，是唔是？我天！喲，我唔是一種嘅正三擺啊！我咪講你真係正三擺，因為我係媽是娘娘嚟嘛，所以我十擺就見正三擺嘅。我講聽啦，以後時我等到攞得樓啊，我講到正三擺，呢隻正三擺你咪是嘅紅椒咯，切 fresh 紅椒嚇，切啊，黐嘅嘢晒，然後又就正菇咯，有正菇就對咯，我正菇加呢啲正菇腿嘅正菇啦。一個當冇叫做正三擺，捉，正啊！你正三擺正好呢時候，因為是伊咪咪脆脆嘅時候，你使慢慢 slowly 使下啊，我忘下，冇下，你正三擺，唔是我是只招正，我不正滿啊，特別我以前才搞正嘅咋，我以前搞正三擺，我望笑話，呢時正嘅三擺。正個脆脆咧是到係你不拉真咋，你不拉真就要補過誒，頂到是用灰團補過，啊是你使用釘，你大邊邊啊，到啲釘又可以綁鋼可以綁啦。你是就係伊就不容啊，即係落去咯，即咩？係你就係咪咁樣？不拉真係落去正嘅是個大結啦煮落去，哇死別好了。你有時我個記個很驚係你蒜頭，我驚食蒜頭嘛，所以你係同冇嗰粒蒜頭去整，哦死別好了。你有時候我講聽，我食飽呢時我咬迄個三擺起來嘅時候，你整久嘛是個有濕淡薄個飯就接咯。入杯去攪死別好了。我知。好了咯。攞乜個劍巴做過咩？誒，特別係你講未垃圾咩嚇？安怎垃圾？是正咧，本是垃圾咧啦。你安怎垃圾？我唔是叫你用卡正。正固嘛，正估嗰度死鬼個正腳頭嘛，正固係死嘛？你都安尼講正啦，伊腳頭白係咪咩？你用水洗咪冇嘢咯。嗯。冇時候將佢出來啊！你講。你是講食就刷啊？正一下白咩？應該是白啦。我用菇咧，把啲腳就定嘅嚇。一骨嘢定。係啦，一個骨嘅咯。是講你往時伊把肚嘛是有空有胖淡薄嘛，伊熟的伊個飯就接去，撩去嘛，那是用水搶去，咁咪是夾背膠咯。哎呦，死好食！哎呦，講到嗬，我把自己妹妹都會去買一個啊。我就未去買啊，正買一罐三擺啊，正三擺叫三擺歐叻嘅咋，是印度尼西亞嘅冇咩好食嘅，我喺邊另一個好食嘅去做嘅。啊 ，OK， 三擺配下面呢？除了炒飯啊，這裡咁配出梅 ，OK，แล้ว呢啊，這裡呢阿玲，雲吞麵啊，對，雲吞麵配三擺好食。แล้ว個咩個啊？係咪叫配三擺？炒飯咯，嗱佢上個講福建茶啊、意腐麵啊嗰個。福建茶對。แล้วลอง講係咪嘅？哦，嗰個嘅沙煲飯啊咪啊，
啊，叉背本是成3倍蚊啊，叉背係配3倍嚇。一個咧，鴨煲飯本配3倍啊？因為有一種3倍啊是水水嘅嘛，咧有嘅3倍是真只結嘅啊對。較屬較結嘅。水冇水嘅好食，水是係錯嘅是係你水甘嘅。水甘嘅係水嘢個。水有本事個食，但係本事個食。你看那是伊，但你結嘅你伊那是講伊成個400有我同講你笑對啊。啊，未必佢哋。我實要參加 happy 嘅，我參會啊。你是3倍 happy，你是3倍 happy 冇相。3倍 happy 嘅3倍，即係布拉珍嘅3倍冇相嘅。3倍 happy 是大大嘅，有陣時你使叫嚟壓落啲嘅嚇。是配唔是喎，伊本是3倍來喎，咱叫來配飯啊，啊不，叫來配迄個鴨煲飯啊，有當時伊人做3倍吼是大大嘅，但又係淡薄 heavy 落去嘅。一隻係是淡薄較胖啦，較胖。較胖對。你即係金配都冇嘢啊，金配。走去食韓照叫梅啊，喂，就甲我講話嘛。我唔乜去啦，我講，特晚伊講迄種3倍啊，講內邊有 heavy 嘅，就像迄個香港嘅雲吞麵喎，港式嘅雲吞麵啊，伊嘅鹹椒內邊是有3倍。哦，對，我捌食過。鹹椒油3倍，伊是鹹椒油較濟。鹹椒油3倍啊！heavy，我爽。特別你講我一頭個無，我一頭燈個掉。你鹹椒內面有3倍。上家正是話講嘅好料嘅豬腸飯嘅鹹椒啊，款咯，係比嘅。你得冇甜嘅嚇？冇甜啊，落緊啊！伊就俾鹹椒。落啦。冇鹹。冇咪落嚇？冇咪鹹嘅啦，冇咪落嚇掉。你講到這鹹是小卡春嘅，是落小卡春？鹹，你講鹹。哦，鹹個小卡春啦。鹹小卡春。你特晚攏講你白落咧，白落咧，特晚攏講白落嘅，盲講講白落。麻辣哦。啊，白落是鮮。我有買迄個粉飯嘅度，我有買迄個粉飯係啲，我食苗本嘅。我朋友是用嘅中國嘅。做工嘅嘛，一間貴嘅，一間買好啊 ，from 咧香港啊，啊不，台灣啊是中國。在呢。哦。from 重慶嘅啊，重慶叫咩啊？中京啊，是哦。中京啊。重慶嘅一邊麻辣火鍋就出名嘅嘛，買一包都係哇辣死啊！我講啊。呀，即我唔知講中國人你夠食辣啊？應該夠食辣嘅。四川嘅夠食辣，油個料嘅就講。啊，四川。因為辣是油啊，你鹹椒油啊，你可能辣啊。個料嘅。哦，咁你香調嘅嗬，調拿。佢照一把嘢啊。把嘢啊。啊，我叫把辣。啊，把辣。你有食過把辣？超大字吧。超大。講下咪晒，你講下咪。你把辣超大字吧。你唔知咩？有一個食物嘅名叫做麻辣炒大雞排。我比咱哥你嘅位，咱哥你 plaza 嘅位。有咩？有咩？係啦，一是炒大雞排，一是炒大雞排。哎呀！你咪叫炒大雞排咯。你是把辣本嘅嘛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誒，白豆我係見字啊，炒大字吧？台灣嘅啦，你嚇炒大字吧？是唔是啲 basement 嘅位嘅？是唔是個適度嘅？適度嘅。我白是啲。你有冇下跌？佢嘅用好似愛為咗嗱，都要個別睇。哦呀！因為我朋友 order 那時我一時未記啊，因為人定嚟講笑嘛。佢 order 嘅時講炒大字排，一時炒得關。你做工嘅人哋邊笑？一直到我開始擺一半。
地啦。哦，一地對。啊，炒那幾擺一地。一定等我講，你講當咱講啦，罵人只毒嘅事啊，講罵人只毒嘅事。我講句嘛，我講就打波，我切你個骨落來，切一啲寶寶去刺激下。那打波時，我切你寶寶落來，食寶寶40個不同。可以落啫。對，嗰個毒哦。哎呦，你講物件落物件咧？跟住落物件。講嘢係咪你有乜夾對嚟？嚇，OK，含椒乾掉，含椒乾。我甲你講啊，陣啊，你伫迄邊啊，你無免通食鹹椒嘅嘛，成日我一定買個菜是我本上嘅嗰所以我煮嘅時我係鹹椒乾。鹹椒乾炒雞炒豆瓣，我講哦。他學豆油嘅吧，好了哦。好啦。炒雞丁嘅那款啊。對。對。即係有啊，政府用香蕉乾係當人店嘅。你阿玲你記你來美國時，你記得去食咧當人食時。嚇，我等我響，嚇。喵。Hello。我新加坡嘢。我新加坡一冚你先啦，小姐咁配，你是阿玲你記。到啲美國時，有只你去 Chinese restaurant 當人 restaurant 時嚇，一餐館入面有係一罐是香蕉油嘅哦。有啊。伊成加香蕉脆咧時沾咗油硬啦咧。喏，我唔加知啊，吉利啊，話。這不是吉利？唔知啊，我 feel 你。垃圾咧嚇。哦。伊是哎呦，伊成四百多，你在那做樣嘅，即個油嚇加香蕉叫咩啊？成日加香蕉，你香蕉泡啊？迄叫咩啊？成個香蕉乾加脆就對啦。啊哈。แล้วอีกอย่างตัวที่เตี้ยอย่างเหรอยังแห่เล่งอยู่啦，แล้วตัวที่香蕉佢戳落去啊，ตัวเล่งอยู่啊是慢慢加開，慢慢去做咯，呢是慢慢挑啲香蕉油出來，先至落嚟。我冇採過，我唔加採。真好料。特別是我是不多加。即係不得㗎，一定用香蕉乾咯，嗬。你到處煮物件，較濟是個叫係落嚟啊？有啊，有時我係嘛暑假食落嚟嘛。你記得特別是準備處煮物件落嚟呢？我在暑假一煮300海幣嘅，好了。300海幣，我跟你講，300海幣你要做？我係嘛要做啊表，咁樣對嘅海幣喲。個對嘅係比對個買小脆啊小脆一即係冇攤薄嘅嘛แล้วก็แห่嘅香蕉嗰個嘢大家講啊ไอ้แกช้าแบบมันช้าในคนแบบมันช้า係胖嘅ช้า呢香蕉是安怎香蕉啊？佢扮心俾咯，佢一笪佢講話佢咪吉林嘅啦又。吉林嘅香蕉啊，假片嘅啦，假片嘅。咱什麼時期咧？咱我記上個你有隻吉林啊，有就是吉林啊賣，一笪，你咪講夾咧。咪叫本啊，有嘅咪換嘢食嘅，แล้ว個嘅成個白色嘅款嘢，แล้วกะลังกา我比較叫唔知咩。白是叫咩啊？攏知啊？唔係嗰個賣咩？你款呢物件？有啦。翻新嘅有啊！我記伊 plastic 成個藍嘢食嘅呢 ，plastic 藍嘢食嘅咧。108有。一包一包，你講貓masak gulai punya。嚟依個有夾好咯。我就係講食出面係係阿拉加嘟嘅係 brand。阿拉加巴嚇，係 sponsor 啊，阿拉加巴我就咁食。你個一個咧，有咧一個煲咧，叫做咩啊？是阿拉加巴係有一個煲嘅。阿達比是一間厝誒。阿達比。咁minyak cap buro 叫。cap buro 啊，係。佢話嚇，我有隻字樓頂即係阿達比，唔是阿達比係你咩？同我講嘅。阿拉加巴嚇，阿拉加巴你使煮金兵嘅，使煮冇上嘅daging嘅，嗰時ayam嘅。udang lah. Ikan ni jauh je lo. Ni lo suka jago dah ni. Juga dia. Juga.
suka 啊。啊，这里微微娃娃哩，微微娃娃你suka食咖喱咯，你不suka食肉啦？啊，suka，咖喱我都會食喎。哦，温羅啲好了。I think 伊是安怎啊？伊唔是講未食肉，你是買肉冚起來伊味呢，所以是原來是本來是肉味，所以就無插，伊無插。嚇，對，啱咯啊。真正少講到底邊個人未食肉啦？哦，少啦。少哦。等我看，等我叫報告就成日較濟人講雜白布龍，4個人講雜白布龍，3個人講鹹椒驚，แล้ว一人講我哋明講啊，椒椒，咁啦是咁配一人講嚟咗椒椒，哇！咁尋你厝人啦，可能你冇講椒椒呀？冇啦，你可以先。OK， 對 ，you eat spicy。我捌去食物件啦嚇，上下去食粿條湯啊，我本食suka sambai姐姐啊，逐擺甲啲講sambai姐姐，因條啲嘢人保護我，成日見我拍筍嘅sambai可能，我講安啲啊，係啊sambai好啊，因為我你未亂嗬，伊驚講你叫，我個屁事你，伊驚講你叫，個上路個唔敢食，叫你拍筍啊，係講你未亂嗬，擺食安尼食sambai，誒，咱安尼搞食肉啦吼。แล้วเราไอ้ตาหันทะเลวาซาบิลัวเอา冇上嘅可以落哦，冇上嘅，冇上ว่าเบตาหันเนี่ยวะ因为一走去皮高嘅一衝起來是看口少咯，目睭出車，呢度知啊，有，老白妖啊講啊，目睭出車，目睭出 star，啷個啷目睭條那是要出名，要出 the star，係啷食わさび嘢啊？目睭出車，伊特別我見食喎，我個見食喎。我講條わさび，但是講到無講食牛食わさび啦，你個邊見食わさび條，你食嘅わさび參加 mayonnaise 就好食咯。哦是咩？嚇，你嘅淡薄わさび啊，參到啲 mayonnaise 上面咧 ，instead of 換啲わさび啊，食 sushi 時你換啲mayonnaise わさび啦，真正好食。你一比說一個袂安尼落哈，伊個邊咧落淡薄伊落淡薄，特別一個刮樣你話實，你mayonnaise係刮起味素咯。哦，好食啊！我見食。我特別那時到處我家己做 sushi 時，我做你maki時，我對有人做誒。咁 mustard 咧，有人講搽 mustard 喎。嚇 mustard， 日本驚講搽。我搽 mustard 咪是落死啦。特別 mustard 咪鹹鹹咧，本地。對。個 horseradish 咯，就 horseradish。唔知唔捌食過。horseradish 咪差唔多上架，一時上架定個一種嘅話，沙比，你睇一隻姜，睇哪一款？誒，你諗講是個隻姜呢？姜咪是辣，本地姜，本地姜，本地姜不辣。誒，微娃娃，咱是不是叫本地姜無辣？本地姜唔知。不是姜還是老的辣咩？那姜還是老的辣啦。我做你講下面佢係咪本地姜不辣？你講下面。有咩？我冇聽過咯，冇聽過咩？本地姜不辣。好笑。上個人講，有個人上個講，伊拉本地物件無好，就去買 import 物件較好，就個本地姜不辣啦。外國月亮比較圓。有本地姜不辣，我冇聽過咩？冇啦，你見做鋪嘅時啊，話你。OK， 我明白。OK， 我唔 remove poll 啦，我看，就只我聽過啊 ，create poll。Who hurt？ 我明講，我係使拍鄧人啦，嗬，本地。你我拍阿毛都比較讀嘛，阿毛所以就比較讀嘛，嗬，所以我使知道拍鄧人字哦。本地姜是咩姜啊？我唔要寫姜喎。等陣我係曉姜，本地姜不辣，一姜是人字邊哦。哦，冇啦，這個老店啊，嗱，這個阿爹係女嘅。哦，這一隻哈？老店一個王，下面一個女啊。我寫下錄啊嘛，你係咪會？我隨冇誒，本地姜不辣。對，係你。哦，
哦，这美女啊，美女啊，这个美女呢？美女上面一个美，下面一个女。啊，美女耶哟！本地讲不啦？睇我看，我问，真来，有影我捌聽過。等我聽看，我等於 start，特別咱咧少人呢，10幾人呢。OK，大家 start 咧，波浪就只捌聽過本地講不啦？咁樣去算 ？No 哦，就講，特別是浪一句傾嚟，浪傾了講。本地講不啦？美女，冇人聽過咩？我拍電話罵每一罵但係你話冇人聽過事啦。我拍電話每一罵，我真係我拍電話每一罵很死當劍。哎，我冇一罵先電話喎。我每一罵先，我冇一罵先得。冇人聽過喎。啊啦，你自己發俾。乜我哋揾別件，你自己講嘅。我成講有誒，冇可能等我每一罵我冇咁運，亂説。等陣我每一罵，我隨我罵名佢，我罵陣我實時會記個。我罵名咩啊？我尿尿。十擺名都未記。我除咗我 ，because 你話你講話等話嚟抗一次啊，但係就話我是家食姜哦。我唔想，定到我食見呢，當今我見食啊。好，我點解冇食無是食姜誒？我食毛呀一條一條擺喺度頂嘅那款，特別把你看到姜加熟加食呢。你等你是實在食熟咧，還是有咩？冇啊！你成日叫家己炒毛油雞是嘛？切一隻姜而已。毛油雞唔是白姜，而是生姜人家食咩？冇生姜嘛是會使食啊！我讀冊是單單日本食毛油雞。毛油雞食一成個會熱嘛，冷嘅時會使食嘛。哦，等陣我會看看買電話是幾號？即係把你講話 handphone 啦，我唔是講我買家己買，唔未記電話是幾號？伊把你講話 handphone，昨去把你講，早起時我去做工時把你講 phone 去伊爾。等我看看，啷自己講聲，佢物件食落，啷自己講聲，我不出來嘛，講本地講不啦，講有影我不聽過。啷講話把物件落，物件啷自己講。講只佢 crispy Joe， 啊姜啊，伊是煎的吼。甜嘅是鹹嘅。甜嘅。唔捌。唔捌。是毋是迄種啥人生過嘅那款嘅物件？唔是。啥係生過嘅那款嘅？誒，頭先啊，嗬。頭先啊，你人講啊，嗬，食了落嚟物件啦，放西是做做嘛，對。你會落嚟嘛？唔是做行啊，那款嘛。一就是講放酒，你有 test 過哦。啊，有會啊！我捌落過。放酒冇啊！我捌落。會啊！如果你去食一款咧阿毛糖嗬，喎，即係人 test 過哦，玫瑰啊，放酒啊時，伊會得感覺到行。啊，你頂面啊，你放酒到頂面，你會得行。你放酒頂面。有一款咧阿毛糖啊，薄荷嘅，真熱嘅。哦，我食後袋呢，可能食個咧面的呢呀。嚇，對。我知我特別往時我食你牛奶咖喱啊，幫酒冇咖喱比出來嘅。嚇！啷是個食咧有藍哦？那食有藍是你個買咧個陣薄袋嘅，是呢運到啲個地盤，運到啲咧三百啊咧300嘅位。有幾隻？我成日感覺到成日食炒啊，那款。嚇，我見食咯。有陣時食炒呢，攞番薯葉，個咧番薯葉，喂媽定打隻牛氣板呢，一隻物件是呀，你就一個金崩嘅板咧嗬，無類，我媽就無類誒，全部類嘛。你是條件可能食食番薯葉，特別我見食咯。番薯葉啊，炒300好了哦。對。真成馬來風光嚇，馬來風光是更工啦，馬來風光是英菜啦，番薯葉是番薯葉啦。特別菜款差唔多上本是 happy 菜，
嚇對。但我除咗麻煩，我唔知 at 伊啊。咁佢呢一部嘅中小英，咩？你到底係小英？我哋嘅臉可以。哦。我想下都得。中是唔是即係哦呢款呢？crispy ginger。有看到，唔捌食過。OK，我等我 try 看我嘅 phone。哎呀，伊 phone 真係未 add to conference OK。等我看我買在啊。等我 phone 可以快通。好，我冇尿。我看你好是。Hello。Amy 啊，我當然邊啲學嘅落掉音啊，我每日物件哈。我差不多冇啫。我每日看你捌聽過本地薑不辣這句話。我未聽過。咁啦，冇相信我講我落。本地薑不辣。本地薑邊？本地薑不辣什麼意思呢？我是講我成本地人，成講講你大啖用嘅人啦，你特別你大啖啊，你真正教本人講，無啦，你白話人呢，就是較教人講白話人較教誒，較教本地人人看你無誒，成講嘢兩美國嘢兩出邊嘢咧，伊家己嘢兩無嘢呢，是講白話嘅物件較好啦，白話嘅白人物件較好啦，家己嘅。冇。成個 import 嘅物件都好，佢那不本地做物件無好啊啦。我細細講你啦，本地政府咧講本地物件冇答對啦，我白話嘅答對啦。我今日一人講，我個語聽你聽眾聽人講唔捌聽過我，我嘅記號我捌聽過，我follow一碼會嘛。本地政府咱就冇啦。老師。OK， 應該聽老師對話。先生話 ，OK， 感謝 ，OK， 拜拜。OK， 拜拜。叫你講嘅，本地薑不辣。落地館叫你 call 伊喎。對，落地館咱未記，但係咱冇看伊樣落嘅物件。對，咱落掉嘛。OK， 咱一點整一試啊，可能錯啊，唔緊啊，先正可能錯嘅。落地館，你捌聽過本地薑不辣啊？有喎，你看較搞啦，我嚟講冇嘛，講冇。你有係冇？有啊冇。有。係啊，本地薑不辣。唔要緊啊，你人。我人咩？你人華文甲簽嘛，咱人無咪好嘛。係講啊，你甲簽我華文是對猜啊，我看。是講我馬講嘅時候，可能我馬講咱我聽過。因為即係所謂梅亂哦，因為就是我特啲做工嘅時候，我就當數是香港嘅人啊嘛。我講你捌聽過本地薑不辣？伊講是本地薑不辣咩？唔是本地薑辣咩？然後我講成個是本地薑不辣，叫伊講伊去梅波，所以我叫我 confirm 叫我買啊。落地館你是嗰隻落啊？Suka, kami subo. Lu suka 食肉係咪物件呢？但係我都聽到人講啊。冇聽到。別緊你當講你 suka 食韓做肉物件。suka 食。我敢若食應該肉物件，我較 suka 食肉呢，無應該肉物件我無 suka 食。你甲未必話我想啦，你食幾條係韓椒？係啦，無韓椒乜嚟食？只我甲人講吼，炒粿條吼。你因為唔是干那要放番椒愛伊亂呀，因為伊番椒母香大誒，伊母放伊誒料煮出來無相啊嘛，伊炒出來摻出來伊誒味素，無係番椒是啥個奇怪呢？我甲你講，你 try 食無番椒，我感覺個。為我買番椒，特別用時，我你食買番椒嗬，伊點咁辣誒。對。係你 OK 啦，係你有意味啊 ，OK 啊。depends 啊。แล้ว咖喱麵哦，食食咯。咱講冇講啲咖喱麵咖喱麵，白咖喱。咖喱麵無落無，有一種是無落咁嚟食啦，清湯嘅咖喱麵。嚇？你 normally 往邊咧咖喱麵是愛特別愛放番椒嘅好食。羅羅係簡單咧。我係咪是清湯嘅咖喱麵？這是馬路正 rare 啊，隨便掉係正少
佫剩一單金邦馬拉巴位迄邊有一單佫有賣過啦，清湯誒，伊個湯是無相啊，你無係番椒，不是會好食誒，迄種誒。哦，伊湯有落淡薄誒哦。無講真濟落啊，有三單呢，伊咖喱麵。無誒，清湯咖喱麵無相誒。哦，伊毋是落落啦，伊無三單。maybe 有可能聽啊，有可能就只是啊，伊去煮嘅湯啊，哎呀，袂記買三單咯，咧就講清湯是一個人揀食。古早是較濟古早甲了是清湯誒，了身啲變去呢，了無哦。真久啊，我爸時代啦，伊甲我講，甲點樣清湯嘅嘛。誒，我知你有可能是你講是用可能是迄個娘娘影響哦。娘娘人啊，係是咁物嘅，即係三單。Sorry 啊，我有 phone，我 mute 咗。嗰人家報影啊！哇！伊寫是那個啦，估嘅咯，伊。是咯，未讀。跟你乖一句你可能。誒，一個人講法咯，我頭一陣應該是落地關咧。一個人講法聽過本地姜無落，本地姜無落。咱講到啲落誒，我是個只咧薄不帶煮落誒，那麼個只薄不帶。我好食佢咧，炒三拜 ，good 啊！炒三拜，誒，你係那個阿姑嘅啊，你落地關你乖哦。你人拍錯誒，伊講ada skim pinjaman ah，講tak salah nombor，伊講mau pinjam duit tak salah nombor 咧，呢個談嘢。skim pinjaman啊！哇，都直接變第二咯。我感覺我嘅電話是古早第二籠嘅咯，因為我是特別拖嘅電話，成日我買我嘅電話是講我愛一個號碼。我自備嘅咧，備嚇。我是333嘅，後尾3咧。哦。咩事都見333咧？我屬㗎嘛，我 lucky number 是3嘛。哦。email 是333。333都是3件。歡喜大。啊，歡喜大。歡喜大做緊咗而家當見歡喜大嘅喎。哦。做緊成功啊未？嘅咁成功啊！我有聽人講哦，伊人有看到咯，邊個學見 .com 啊，伊拍出來咯。你拍出來？要拍你 link 出來。哦，嚇有我看到特別 link 我唔是講啊咪特別你即係到電視機看咧，就一人要未記嘅，你就冇講個特地記咧。特別見把隻對去是個去 visit 樣，特別就是樣硬啊，就賣人。特別見啊！我係即係我係面配隻教隻刮擦棒咧。唔知刮擦店會 sponsor 我背推去。黐線嘅佬，冇我講係變隻刮擦棒，我係變隻刮擦棒，我唔是叫 sponsor 我刮擦嘅 sponsor 我背幾多啊？你冇插你行正燈就派你咪是條絲，所以刮擦嘅成呢是就好嘅，冇插你行正燈好。這嘢點啊？嚇？你嘅 feature 點介紹？這裡是這裡 package，這裡是這裡 package。Thank you，小聽邊個好見啦？會使。會使無辦單，人使 sponsor 咱貴告訴嘛，嗬？希望能啲白或者啲面嘅皮，超級賤。係白啊，但係成隻。白啊又隻。哎呦，試唔通，吹，特過嚟試。我驚。阿老嘢嘅但係。OK， 你有個即係你哋講都白個再話，你講係咪嘅落係咪嘅講喎？落物件，冬陰咯。冬陰對。冬陰，我食嗰隻白冬陰。白冬陰是係聖誕嘅嗬。冇啦，鹹冬陰是透冰嘅，是白白咩？都會得落會。鹹地啦。即邊冇啊？即邊有咧，restaurant 是紅，有咧 restaurant 是白，你要除掉啲白。嗱，多住會有啊，我俾佢 try。你把酒冚掉，還是冇看到食，咪是只香，一味sau香哦。好香咧。哦，味sau好香嘅，水碗啊。ang食嘅變 Malaysianize 嘅，伊變咗本地味嘅，佢冇你好食。哦 ，maybe 我到正只係我到美國只係是正，乜是白定？白嚇，對啊，你是正啊。我唔捌看過。Malaysia style 嘅，actually Malaysia style。青嘅乃是青嘅 clear。特別 Malaysia 不是好食，好香啊。誒，攞乜只冬陰嘅叉背嘅好了哦，叉鼻粉。好了。冬陰叉背粉好食哦。特別講到啊，我去食係邊條？但是你叫辣呐。
你叫辣拿嚟講係哦，伊是成個喺你燒飯嘅咯。你我特別是食伊。平時唔是食，平時都當係面整食個。有咩？有啦，你做這冇是腰啊嘅食嘛？啊，對，我剛剛對，我食出對。辣拿咧，我是個食伊個啊椒椒啊，伊椒椒係啊。伊椒切細格咧是沾到啲胡蘿嘅啦。好了。你捌聽過？我就係講椒椒半隻這種嘅。我知，你是長，你是短嘛呀？冇啦，要薄薄咧有切。白咧白，我哋白，伊白微微嘅。白白肥肥嘅。我是跟食咧食落嘅。好了。我一個家己人嫌人來啦，伊特擺我去伊是我免講伊，總之是，哎呀，超級白，伊是我家己人就對啦，莫講出來，伊真出名，所以伊嫌人嚇，伊家己栽只隻咧雜白布隆是白色雜白布隆，真正好料，只香誒，伊只落嗰只香誒，諗乜只句哦？白就係不同，特別食嘢時候係變 orange 嘅。白色嘅啊，白色嘅伊成微淡薄呢，顏色呢，伊隻打去，唔是打，伊隻色去嘅時就變 orange 嘅。你講咪嘅落誒，搞啦，人講稍等啊啦，人個見食，特別你講就食，哇，俾食落就上條面呢。嗰時候就3倍。麻辣火格拉布。我食到麻辣火鍋嘅。麻辣火鍋。因為是夠熱嘅時候，用飯就乾。火鍋是 steamboat 了。steamboat 掉。個白落啊，即係 steamboat 啦。N 攞。咁配都覺得素薄薄啊啦。咁配。走啦。OK，走都咁亂，咁時啊。拜拜。OK，我薄薄你嘛先。等陣我 hang up 去。แล้ว OK， แล้ว OK， 咱個有，咱聊下，咱節目做了線了啊。聊了。咱個另外一個。真有人錯。OK，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，咱講時候就講緊話啊，無咩去啊。下禮拜咱我哋再見過啊，禮拜大日啊嘛就繼續做講嘅線。OK，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，拜拜，各位聽眾。拜拜。拜拜。死超級白，咁冇卡拖線。